好，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明年度的总预算到底是要无一个结果。立法院今仔日来进行调野协商，在野党是搁讲到健保的点数，也搁有公粮的收购等等的议题。民众党是来强调因的立场是真明确，请行政院就要依法来编预算。也那民进党的立院党团是希望讲调野会当互相来商量，问题就会较好解决。 谢谢柯建铭总召的发言，这次会期到现在朝野协商最和颜悦色的一次。立法院长韩国瑜14调集调野协商，讨论包括明年度中政府总预算案、考试委员人事同意权案、能源政策报告案、选拔法修正草案等4个案件。尤其总预算案卡掉的，在野搁提减发补偿、公粮收购价小提高，也加健保点达这个议题。立法院通过的事情，行政院 抵制不作为，已经明显违法，而且这不是关系到哪一个党、哪一个人，这是关系到全民的健康，全国的农民。农民呢还有分颜色吗？2300万人的健康还有分颜色吗？立法院已经3读通过的法律案，那个已经构成了人民的请求权的基础。所以台湾民众党团的立场非常的简单，就是请行政院 依法行政，依法编列预算。外团协商前，立委郭金素梅要主动找原民会主委詹志勇沟通原民会减发补偿，而且态度真客气。暗过郭金是批评原民会讲白惨，随便放一寡无实在的消息，爱詹志勇爱负全部责任。 今天朝野协商的时候，我也会请曾志勇给我一个交代，这个声音怎么会到 这个媒体那里去，然后还用知情人士，这个知情人士到底是谁？请说清楚、讲明白。民进党立委柯志杰认为，叶总那样强硬要为减发补偿当总预算案，安尼该开始罢免都爱做。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是话讲调野搁退一步，互预算的问题一旦赶紧解决。 开议要1个月了，现在连开始的第一步都还没有迈进呢，所以不要把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前，站在人民的角度，大家都是要审议，大家应当都是理性冷静的鸽派。 对于选举罢免法的修法嘛纳入协商的议题，高思瑶表示，在野党讲民生优先，暗过煞安排有争议的选罢法来协商，认为草大听取建议影响调野和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